这个周刊早上来压料，讲郭文铁伫咧卸任到台北市长之前，有到新加坡来考察，真拄好。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当时嘛伫咧新加坡，两个人疑似伫咧当地来密会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就来质疑，10天后就要卸任的市长，为什么会突然间去新加坡？敢讲是去收钱？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这根本就是咧侮辱陷害郭文铁。郭行李现身伫桃园机场，当时的台北市长郭文铁，伫2022年卸任前10天，带队到新加坡考察双语教育，就互周刊压了，遮尔拄好，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嘛伫咧新加坡，两个人的行程遮尔相像，就互人质疑讲，甲金华社案的乌西款有关系。督处回答给我的是，除了去冲绳考察。12月25号以前都没有任何考察计划。在12月10号，柯文哲就宣布自己在12月15号要到新加坡。根据简书培提资料，台北市秘书处2022年12月初6就清楚写答复内容。除了12月初1到初3，市长要去Okinawa以外，目前暂无出访国外相关规划。不过过无几天，郭文铁12月初10就宣布要去新加坡考察。2天一暝，而且集团15人的考察名单，秘书处就占10个人，业务单位干那5个人。那郭文铁随身的秘书柯基如嘛有做伙去。橘子跟着柯文哲出国，我就觉得已经很离谱了，因为橘子根本不是业务单位的人。基本的查证要做，所有的时间，包含柯文哲主席他会晤的一些人员公开的行程都在上头。郭文铁、沈庆京敢真正伫咧新加坡会面，北京回应侦查中的案件无通评论。不过郭文铁案就伫要侦结起诉，真相到底如何，外界拢在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